有新众团体指控讲有部分的运动场馆因为烦恼讲场地会互轮椅较歹去，所以拒绝新众者入场。运动部是强调讲，因会来盘点无障碍的设施，来建立使用的标准来保障新众朋友的运动权。 设置的综合运动场，电竞跑道当咧做整修，一旦整理好，可会当提供民众运动健身使用。也毋过，几下新众团体伫立委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指控设置的电竞场也是网球场，以烦恼场地互轮椅的囡仔破坏为由，拒绝新众者入场，真不合理。 声音障碍参与运动这件事情是非常就跟一般人运动一样。厂商说，除非货车碾进去，或者是你用尖锐的部分里面去处理，否则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就会担心说，轮椅会直接破坏到或刮伤到地面。但是过去教育部体育所他们也有相关的一些指导手册，其实都有提到说，其实是有相对应的合理调整或者是一些替代措施。 新众团体批评，其他县市甚至有禁止电动轮椅入去，造成新众者只会当用白的建议活动区域的离谱要求。希望政府会当改善运动场馆的无障碍设施，加明定相关管理规范。朋友如果有运动的需求，其实都应该要做友善的这样的服务，来做一个健检跟全面性的。 了解考核跟评鉴的机制，我们也在研议要来做一个建构。对新众朋友的诉求，运动部强调会盘点无障碍设施的现况，建立场馆设施的使用标准，也会甲各地政府讨论，确保新众朋友的运动权。设置区公所是回应，因为譬如网球场的年限已经真久啊，场地可能会有脱产的问题，会赶紧启动更新作业，也已经向真正解说无禁止使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